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公司台1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382例本土病例，是疫情以来上济。总统蔡文章表示，台湾应该以减灾做目标。清明连假的前一天，高雄东南水泥的公安意外严重影响到返乡的交通，交通部是要求厂商要赔7800多万。中加大学研究发现，有一款中药的成分保骨脂凝，鸟鼠食了会当延长3成的血寿，成果受到国际重视。新闻4台看咱过来，今仔增加382例本土病例，149例境外病例。新北市上济有111例，台北市有87例，高雄有59例。指挥官陈时中是讲，依照韩国、纽西兰佮香港的疫情来看，咱台湾大概未来1-2个月会是疫情的高峰哦。所以未来2个月内，咱台湾就要特别注意。来听指挥中心第一部上届新的说明。疫情以来那今天的本土案例是最多那可能在这样的观察很多的一些传播链看起来还会再往上升今天本土案例有382例有19个县市，比较多的像台北87、新北110、桃园28、台中4例、台南5例。高雄59例，基隆市41例，新竹县7例，新竹市3例，苗栗彰化各1例，云林2例，嘉义县8例，屏东县5例，宜兰县2例，花莲县16例，金门县2例。我们现在也要求了所有到医院采检，症状是轻症的人，医院采检后，请一律回家等待报告。那一旦是阳性医院会通报卫生局安排收治于加强版的集中检疫所或防疫旅馆。我们提出其他的国家，在今天大家比较注意到的几个国家，就像韩国、纽西兰、香港。那在今天大家看到台湾现在我们的数目看起来很多382，可事实上我们在等于是每10万人现在大概1.1。因为跟国外这种大规模的疫情是完全是没有办法比，那有些规模比较大，有些规模比较小，所以我们讲说我们要估计精确很难，但可以让大家做参考。未来1-2个月，是我们在对抗疫情要特别小心的时候。过来本土病例一直增加，今仔增加382例哦。总统蔡文章伫面册表示讲，咱台湾应该爱以减灾做目标，针对动静应该爱清零，轻症就好好控管哦。这是总统提出来台湾防疫新的模式。指挥官陈时中早起伫林欢医师表示讲，会甲动静的医疗做好，相关防疫会豆豆放零，嘛强调讲放零检疫甲选举无关系。国内新冠疫情大爆发，本土病例连续几日天超过100例。总统蔡英文初六透过人面册表示，台湾的防疫策略应该以减少灾害为目标，追求动静清零、有效管控轻症，向新台湾模式来开放。不过有立委质疑讲，政府敢真正准备好势啊？面对疫情压悬，民众也是感觉操心背包。政府准备好了没有？相关的配套，那民众才能有所依循，才知道可能发生什么状况。才能做好准备。现在我们不再做所谓的精准疫调，我们要简化疫调，辅以科技防疫，然后不再扩大框列，要在居家隔离，那然后要用快筛来取代，或者说跟 PCR 交互的来使用。但市长强调讲，未来防疫要让生活渐渐恢复正常。不过最近疫情拖到校园去，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到初六为止，全台湾拢总有14个县市，128间学校采取全学校或者是部分班级停课。针对这点，陈时中讲，大规模停课伤过严格，后礼拜会跟教育部做讨论。对停课的规定是不是有太严格了？就等于太严格了哈。就是说有2个以上就全校要来停课等等这些相关的规定，可以来做讨论。但市长强调讲，台湾以减灾为规划，甲动静医疗做好，会豆豆放零措施。未来居家检疫甲居家隔离会以踮伫厝内为主，而且嘛强调讲，放零检疫甲选举无关系。也让外界关心的轻症踮伫厝内照护的指引，按照后礼拜指挥中心会定案，嘛会征求地方政府的意愿先试办，也佫有准备大规模采购相关的药啊。记者综合报道。
大家嘛了解正向，明仔载暗时特别起价。庙方今仔开记者会，董事长甘青票是呼吁信众爱赶紧做好3档的疫苗。也毋过伊嘛讲哦，这确实无强制性，嘛望讲中央会使来协助防疫。伫咧庙顶头前排队摕小黄卡来换3 OK 卡，台中大甲镇南宫妈祖就要伫咧8号暗时11点起价，展开9天8暝。经过4县市的绕境活动，面对疫情的升温，绕境期间防疫会使做好无？有的人是甲家己交互新名，有的人是感觉真烦恼。免烦恼，干妈祖出门免烦恼。第几摆干妈祖都会出门啊？30多摆。疫情这么严重，然后我们真的很诚心去，难免也会怕说人多哈，这样子会有感染的风险。防疫做好就不会了啊。对，口罩要戴好啊，自我保护。6号全台本土确诊281例，搁再创单一日新高。起价前一天，大甲镇南宫董事长颜清标召开记者会，强调庙方已经配合中央疫情流行中心的防疫规定，要求全体理监事、工作人员随行的采访媒体，拢必须要注3剂疫苗。但是对于广大的信众，颜清标坦白讲，只会当可抗，完全无强制力，呼吁中央应该要予大家搁较进一步的指引。防疫指挥中心才是内行的。到目前为止，庙方虽然以最严密的标准自我要求，乃希望讲疫情指挥中心能在办理这个绕境上做出明确的这个指导与协助。镇南宫表示，今年的绕境全部拢规定爱挂喙罨，袂使用胶卡做阵食饭。原本准备2万张的3 OK 卡，已经予民众兑换了，目前搁再加印2万张。7号庙前的兑换柜台服务会延到暗时8点，8号是为早起的9点，会一直持续到9号半暝1点。记者台中报道。台中市伫初二宣布讲，高中及以下校园全面暂停对外开放，除了上体育课、佮音乐课，佮有食到，喙罨会当摕落来，其他时间拢一定爱挂喙罨。今仔市长刘秀燕又佮宣布讲，要暂停跨县市的毕业旅行佮校外教学。本土的确诊病例逐天继续咧增加，清明4天连假过已经是搁较热辣。台中市长罗秀燕初7宣布讲，即马开始到4月30，高中及以下学校暂停下县市的毕业旅行甲校外教学，接落来会看疫情的状况，随时做调整。还没有出发的团，大概有50个学校左右哈，我们都已经逐一的通知，请大家把他们的跨县市户外教学或者是毕业旅行哈，暂时延后。台中市府表示，目前各有2间学校即马当咧校外教学，等行程结束了后，全部的人快筛阴性，才会当回去学校上课。疫情愈来愈严重，市府初2已经宣布，高中及以下的学校暂停对外开放。若阵外口有人需要入去学校办代志，就要做签名册、磅体温。温度正常。若课程方面，除了体育课、音乐课，还有中昼食饭，其他时间拢爱全程挂喙罨。实际来看运动场，虽然有一寡同学甲喙罨拔落来，不过大部分的人也是挂条条。校方表示，若是维持社交距离，学生会当看身体状况，家己决定敢要挂喙罨。会很热，而且会闷闷的。让他们彼此之间距离比较远的情况之下，才可以脱下口罩。否则的话，只要是距离近一点的，我们都要求他戴上口罩。根据教育部初7统计，目前全台湾拢总有14个县市，128间学校是全校停课，或者是部分的班级停课。其中大学有36间，高中有18间，停课的时间是10天。各县市会当看实际状况，甲防疫缩搁较严，防止疫情继续拖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顶个月台南市的第4分局有侦查队长，因为啉酒闹事，防记过调职咯。最近又有一个姓蔡的小队长，后面将伫网络抛出相片，指控讲伊去站酒家。警方回应是表示，这已经是2当前的代志咯，会甲这个姓蔡的小队长记过转调回主管职。这间舞厅的大门是关甲目睭睭，这是伫台南市北区武胜路一间舞厅。嘛是台南市警察局第4分队列管的风纪友营场所。不过，稍后民众伫 PTT 的论坛铺相片，指控第4分局警察队的一个姓蔡的小队长，捌去遐啉薰味的，也搁讲第4分局长期有食酒的文化。查证属实，将依相关规定记过2次，改调非主管级行政警察职务，并调整服务地区。
这个生出来小队长确实有去过这个所在。110年3月份已经调去第5分局。经过调查，109年的时阵，伊确实有去过舞厅。不过，甲顶个月酒后失态警察队长，因去的所在无共款。接续会议警察人员回应讲，不得涉及无妥当场所听发的原则，该记过2届，嘛追究迄当阵主管的责任。看这种爆料，其实内心也是非常痛心。那我说这样会影响到我们的警察士气了。身为一个执法人员，这样子，哎呀，我觉得给大家感觉很不好啦。第4分局顶个月有警察队长因为酒后失态封记新界2届，即马阁有民众控诉小队长去入昏迷的。虽然这2届时间点无共款，不过也是有民众认为观感无好。第4分局强调讲，因的警察发生封记的案件，因未暗砍，嘛袂甲压，嘛会做反省甲检讨，所来嘛实施分区封记的座谈，提醒当人避免涉及无适当的场所。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前总统陈水扁早起办国际记者会，目的是要说明伊的国务机要费这案并无不法的所得。也毋过陈水扁目前是保外就医，规定讲是袂当开记者会哦。也毋过陈水扁是表示，这拢是小问题，伊希望民众会当来了解这案的真因效果，嘛要来证明伊的清白。台中刚刚早起是表示讲会收集证据，再来看敢有违反规定。名誉是人的第2生命。强调无违法所得，佮提出资料证明21项公务支出的1.33亿，比公务收入的1.04亿佮较侪。前总统陈水扁为着官司拍败16档的国务机要费这案举行国际记者会，佮提前总统马英九伫台北市长任内的特别费案，互判无罪做例，质疑司法有相同标准。我们全部都是如同刚才所讲的，光是21项就高达1亿3千多万。因公支出，所以跟马英九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不同。那我相信，只要没有双标，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也请各位能够做一个比较。陈水扁国务机要费这案对2008年1审判无期徒刑，一路拍到高院经1审判无罪。目前最高法院发回高院经2审审理当中。不过陈水扁因为保外就医停审，单届辩护律师主张陈水扁的看守吴淑珍也应该对伊停止审理。陈水扁正就伫咧后届开庭的4月7日前一天举行记者会，时间是引人注意。另外，保外就医举行记者会敢有违反规定？陈水扁强调这是技术性的问题，重点是要把过去机密审理的事实向国人说分明。我因公支出是毋是有超过因公收入？我有不法所得无？迄才是重点嘛。所以恁讲到尾啊，讲到伫咧技术性的问题，迄伤小儿科去啊啦。对我来讲，既然我敢开这个记者会，我为了我的清白，我要做有力的辩护。法务部处长蔡碧中伫初7到立法院备询的时，针对陈水扁保外就医举行记者会敢有违规时，唔愿回应。抱歉，没有。这中间的部分，抱歉。所以有事先了解过了吗？我们毫不请假吗？每一个事情都要去一个点来，再去按照事实去评估。台中监察表示，收集相关事情进行评估。另外，陈水扁也互问到，敢会希望总统蔡英文来特赦？陈水扁讲，这是一个无期待可能性的问题，何必加问？唔通想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体委会主委房世宽哦，之前因为心脏病住院治疗，今仔去立法院报告的时阵，伊讲哦，已经豆豆啊恢复健康了。主委之前嘛未讲今仔日乌克兰是明仔在台湾，这款的讲法是真无知哦。今仔房世宽是解释讲，台湾的位置因为有台湾海峡，所以易守难攻。83站楼梯需要小可喘一下。退伍会主委房世宽进前因为心脏状况住院，即马病拄好，伫咧初7去立法院做业务报告。伊其实看到还阁袂歹。针对俄乌战火拖咧延烧，便若是讲中国武力犯台，美国是毋是会协助台湾？最近引起真关注的讨论。房世宽捌伫咧俄乌冲突的前期讲出，今日乌克兰就是明仔载的台湾。
这是无知的讲法，引起民众的热议甲立委的关心。对这件代志，房世宽伊解说讲，伊的想法是对这个今仔日香港，就是明仔载的台湾来想到，而且乌克兰甲台湾这是袂当相比拼，因为台湾伫个地理位置，还佫有这个海峡的天险，这是较好守，真歹讲。台湾是易守难攻，固然有一些不当的，我不应该说不当的言论，有些言论说我们退无处所，那正是我们大家一起团结一致的时候啊。台美深化军事交流。退伍会驻美人员伫今年1月赴任，会煞咧拜会退伍军人协会这个机构，包含美国国防大学国家安全政策研究中心、美国海外作战退伍军人协会，伫5月会结合英明甲侨胞共同来参加华府退伍军人大游行。立委就追问房世宽讲，今年是毋是会有这个访美的计划？已经有3个访问，寄给我了，但是我都一一回复他们。疫情的关系是不巧的，就是我身体状况又出了状况，但是我没告诉他们，我不想让他们知道，中华民国的主委是身体不好的，可能的话，请李副主委只身的去。因那公务人员退伍基金管理委员会进前公布基金操作绩效。前2个月过了173.88亿，伊的收益率是负的2.4%。若是讲到退伍基金了超过几百亿，房世宽伊承认讲，公务人员家己操作安尼无较大，应该爱找会投资的公司来帮忙操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正竞争的民进党屏东县长的初选，中道已经有结果了。现任县长潘明安小天的不分区立委周春美选赢。周春美是讲，伊会向张嘉宾跟曾水雄来请教，买来采用2个人的政见。之后，我也会向2位委员来请益，把这段时间大家对屏东的愿景，大家对屏东的打拼，把他们很棒的政见融入我将来的规划当中。民进党的屏东县长的初选哦，曾水雄、周春美，阁有张嘉宾3个立委竞争，也毋过一天就做好电话民调，结果支持曾水雄的是占51%，张嘉宾呢是44%，周春美58%是头一名，也当代表民进党参选屏东县长。再来看，已经外销中国17档的大档的往来食客，去年中国讲有查到虫害，所以暂停进口。15档的往来食客，虽有农委会跟县政府的倒销，也毋过嘛是销袂完，农民是真怨叹。政府甲农民斗卖往来食客，原本主文内销甲外销是拢5000档，要来解决15000档外销往来食客的问题。即卖往来食客大出的时期就要结束。农民讲，今年内销甲外销，甚至加上加工的，拢无达到因原本按算的目标，也若计销嘛，差不多是1年的一半尔。农委会的努力之下，他大概帮我们卖了有20万箱啦，就好是连那个平台了，所以那个量其实也都是2000多吨而已。农民认为讲，原本国内市场是真少看到咧卖往来食客，毋过去年底到今年，市面往来食客的数量是直头增加。因为量济计销就会落，加上行销管理嘛需要费用，造成农民因实际上摕到的利润是无介理想。农民讲，按算年底到明年的产季，中国可能也是无要进口，希望政府会当继续甲农民斗相共，来拓展行销的管道。想办法如何扩大消费者可以直接跟农民买。很多这个国内的通路，包括一些大型的量贩店啊、卖场等等的这些，我们也都会来媒介给我们的农民朋友来做销售，让他们可以有更稳定的这一个销售的管道。台东县政往来食客的面积有3000多公顷，农粮署已经建议农民改种其他的农作物，有部分的农民已经按算讲要改接大麦食客来种，收成会较紧。不过，这未来嘛有可能会冲击到即卖目前已经有种3000多公顷的大麦食客。记者综合报道。4月初一，市民人家的前一夜，高雄的东南水泥江岸以外，造成高铁佮台铁停驶哦，有126000的乘客受到影响。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讲，一定会向东南水泥要求赔偿，大约是爱赔7863万。高铁公司大概6680万，6680。那台铁是1183，对，所以说加起来差不多8000万左右。8000万左右是。最主要这些范围包括什么？
是包括旅客的误点，包括说我们班次的这个营运状况，这个都在计算之内。这个公安意外就发生在上侪人要返乡的时间哦，造成大批的乘客受到耽误。铁道协会嘛质疑讲，意外发生的地点甲代替高铁的铁轨路是真近哦，有安全的疑虑。部长王国材是表示讲，高铁的进建线是60公尺，当然水泥事故现场离高铁是有100公尺以上。王国材嘛表示讲，伫2礼拜内哦，会来检验铁轨路边目前所有的工程。再来看有公民团体要查东南水泥过去的公安记录，也毋过敢若查到员工死亡的职业灾害，完整的公安事故的记录并无公开哦。公民团体嘛质疑政府根本无监督的机制，嘛呼吁讲公安事故的资讯应该完整公开的机制。公安资料要开放，职灾管理要确实。大声喊口号，呼吁政府爱注重工程安全事故公开资讯欠缺监督的问题。因为顶一日发生东南水泥铁道的作业无适当，致使双体列车动点，大众运输受到严重影响。代志发生了后，公民团体想要查东南水泥，甲警察营造过去公安事故的记录，竟然敢若查到死亡职灾的记录。只有死伤真的是属于职灾的才归我们管。没有死伤的公安意外不归我们管，所以我们就真的很想问啊，那没有死伤的到底归谁管？这次炯德的事件其实也是一样哦，它其实已经影响了整个非常严重的灾害事故，只是它没有死伤。那难道没有死伤就不应该去做一个资料管理的收集跟调查，甚至是公开的揭露吗？面对公安事故一直出现，公民团体呼吁劳动部等相关部会，唔通下提责任，爱负起公安事故管理的责任。也第一时间，我们也有请这个高雄市劳检处就是辖区的检察机构也有介入去做相关的检查，他还是要做相关证据的收集那收集完之后，这个初步是有违反我们治安法的相关的规定。那就是因为高铁停电了，这个影响大家很大，所以达到这个标准了，我们就有通报给交通部跟行政院灾防办。达到标准之后，我们就会通报给相关单位。公民团体强调讲，无论敢有人员伤亡，拢应该建立下部会公安记录，定期统计资料，而且把这些资料公开，提供给社会大众来监督，以防职灾的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大厦实验林场，因为疫情已经禁止游客超过1冬啊。伫林场顶头的地主嘛真不满讲，因为林场封起来哦，去阻碍着因的出入，今仔嘛出面抗议。宜兰大厦是表示讲，会看疫情的发展，考虑用什么样制来开放民众进出。也还好百姓登山甲尊重百姓路权的北部条，大约有30名民众到宜兰大厦实验林场门口抗议，指控宜兰这1年过来，以疫情为由，无互民众自由出入林场进行，也有12名林场顶面的私有地主也控诉路权受阻碍，造成作物无法度得到照顾，损失惨重。几摆甲学校沟通无结果，因呼吁期待应该尊重百姓路权。以前这一条路，它的侧门是可以打开去上面运动。现在学校因为疫情的关系，他把学校整个这个小门都把它封起来。在这个所在会使讲，唔那是这人去运动，包括宜兰市真多人透早差不多3点，早时3点，这车拢堆排，拢伫遮伫爬山伫运。期待实验林场位伫宜兰县大溪乡，面积大约173公顷，海拔高度200至700公尺，伫2015年启用，会当看到景致优美的南洋平原，内底有全长大约5公里的林道，吸引不少大溪甲宜兰市的民众起亚，并是期待会利用林场进行学生教育实施，同时卫生台检测甲林务复育工作。也毋过疫情了后管制，即马只有师生会当出入。现在的这个疫情不要持续升温，那整体来说，配合国家整个这个防疫的这个政策的调整，我们是会来考虑让侧门可以开放，让一般的民众在有限度的人数底下来正常的践行跟游憩。面对这期期待讲，以敦亲睦邻的角度，伫无影响师生教研实施的前提，依早无禁止民众入去内底进行适度的进行，也毋过考虑疫情，需要暂时管制林场出入，未来会看疫情发展，建议什么制管制办法，开放林场予民众进行。另外，林场顶面持有私有地的农民，我一年来只要透过正式行文学校，也是会当伫上班时间来出入，未无法度出入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
玉山国家公园最近有3个人4月初2去爬山，有一个查某的领队摔落去山骹，搜救队接到报案，找他是用行去找人，刷来看天气的状况，派空勤直升机去救人。花莲县消防局车拉接到台中消防局转播，有一个登山队伍伫玉山国家公园的阿婆兰山区的时阵发生意外，一位女性领队毋知什么原因跌落山坎，目前头壳受伤，正脚骨头支去。这山谷约有70米深，好，这女性登山客呢手脚受到严重的骨折，好，没有办法行走，那请求救援。那消防局立即指派6名搜救人员，好，准备装备入山来搜救。因为路程遥远，需要时间原本救援队员申请空勤直升机载队员入山，不过山区天气无好，无法度将人员放落。直升机找寻了几个降落的点，都没有办法顺利的将搜救人员下放至山区。好，因此啊，整个搜救人力啊又再回到地面。早上再另外召集第2批的搜救人力，搭乘直升机来入山搜救。消防局强调，地面搜救队伍已经伫初六暗先用行的进入。若讲山区气候稳定，会看状况，佮申请空勤直升机入山搜救。记者综合报道。总部伫英国的国际保育团体环境正义基金会最近指控中国的远洋渔船的船队，甲刷鱼的鱼刺挂落来，甲刷鱼弹入去海里，真残忍嘛真恶质。伊嘛指控中国的船头家虐待外国渔工。这份报告嘛指出讲，因为中国大量掠鱼仔，造成鱼仔的资源是减少真侪，嘛互西非的渔民拢掠袂到鱼。鱼工甲鱼刺挂起来，佮挂鱼尾车，挂完了后，甲刷鱼弹倒去大海当中，放互伊死。这款行为伫台湾是禁止的，上重罚250万。不过，国际保育组织环境正义基金会 EJA 访问超过100位伫中国远洋渔船工作的渔工，伊拢互要求爱安尼做。渔工也讲，海底假伊对船只，不过一瓦近，船长就会用鱼叉甲甲伊攻击，甲伊掠起来，佮甲伊毒互死。影片也显示海拔互军仔活讲互死，野生动物互领地抬死。外籍渔工的处境也无偌好，工作18点钟是枪在发生，生活条件真歹，休困敢若会当客做伙，连食的饭拢是臭酸的，而且瓦近6成的外籍渔工也定定互虐待。总部设伫咧英国伦敦的国际保育团体 EJA， 过去捌夜空台湾宽渔船非法掠鱼甲虐待渔工的代志。这个经过侪年的调查，配合民间的相关资料，发现中国渔船非法掠鱼的问题更加严重。We have a situation where fishermen are not making catch because industrial trawlers are competing with them. 拖希望伫海底掠鱼啊，这是一种破坏生态的做法。伊觉得指控中国渔船的作业方式，和西非的民众是掠袂到鱼啊，因煞会当赚超过50亿的美金。调查也显示，渔业是根本就真歹监控甲管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罗西亚军队撤离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了后，双方发现讲军队伫附近一个砖头布查都18死，目前至少有300个人死亡。英国首相Johnson是批评讲，罗西亚根本是种族灭绝，也毋过罗西亚外交部是强调讲，这影像拢是假的，目的是要互新一波的制裁正当化，影响谈判。当地居民对朋友死去感觉真伤心，嘛真生气咧指控俄罗斯的军队真残酷。俄罗斯的军队撤离基辅了后，乌克兰的军队收复基辅附近的城镇布查，发现这个俄军一只的步行，有数十具的兵兵尸体都安尼倒伫咧大路顶悬，甚至还佫有人是去互人抓枪对后头壳安尼甲击落去。当地居民若想到这件代志，这个月生活会使讲是想到还佫会错。Ховалися, свистало над головою. Ми стояли ось з дочкою ще двох, стояли в цьому. Ось в під'їзді, а воно вилетіло над головою. Таке очищення.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当地官员咧讲，
目前已經上解少有發現300個人死去。雖然講俄軍已經撤離，不過因留真濟炮彈需要清理。即馬唔但美國總統拜登咧指控俄羅斯嘅總統普丁伊犯着戰爭罪，英國首相強森嘛咧指控講俄軍伫咧布查嘅暴行，這和戰國別政差不多。But I'm afraid when you look at what's happening in Bucha, the revelations that we're seeing from what Putin has done in Ukraine, which doesn't look far short of genocide, to me, it is no wonder that people are responding in the way that they are. 不止個俄羅斯攏是死唔認曉嘅態度，外交部發言人更加咧倒頭講，西方嘅媒體一直咧散布假消息，伊是想講要來迫害和談，並且和新一波制裁正當化。Очевидно, что вот этот страшный преступный фейк-сценарий был сфабрикован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оправдать очередной заранее подготовленный пакет санкций, включая масштабную высылку российских дипломатов из ряда западных стран. Ну и, конечно,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осложнить, если не прервать полностью, переговоры. 烏克蘭和俄羅斯攏咧指控對方伫咧布查犯嘅暴行，不止個有愈來愈濟這個證據來出破，也有當地居民嘅證詞，俄羅斯恐驚是摕袂掉。公司新聞鄭依仁編譯。美國將宣布要擴大制裁羅西亞，總統普廷嘅幕僚辛巴跟普廷嘅後生查囝攏佇制裁名單內底。後面嘛宣布講要加強制裁哦，要要向羅西亞買套炭咯。歐洲理事會嘛講，後一步會拒絕甲因買石油跟天然氣。烏克蘭布查鎮的血腥屠殺事件，讓國際社會加重對俄羅斯的制裁。美國隨後宣布，甲俄羅斯上大金融機構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甲上大私人銀行阿爾法銀行，攏列入制裁名單。而且對普廷的兩個成年的查某囝，一個外交部長拉夫洛夫的看守查某囝制裁，因對美國的資產會被凍結，甲美國金融系統的關聯會受限制，也禁止各國應受美國管轄的資金限制。There's nothing less happening than major war crimes. The steps we've already taken are predicted to shrink Russia'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by double digits this year alone. Just in 1 year, our sanctions are likely to wipe out the last 15 years of Russia's economic gain. 欧盟執委會將宣布對俄國嘅煤炭制裁。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就指責俄軍殺害無武器嘅百姓嘅暴行是戰爭罪，對俄羅斯另外嘅加重制裁是早晚嘅代志。Measures on oil and even gas will also be needed sooner or later. 因為擔心俄軍繼續攻擊造成更加濟傷亡，甚至對東部地區哈爾科夫、盧甘斯克加頓涅茨克加強攻擊，讓民眾面臨死亡嘅危險。烏克蘭副總理維列舒克叫這幾個所在民眾趕緊撤離。烏克蘭嘅一位國防部高級官員講，俄羅斯軍隊喺烏克蘭軍隊強烈嘅抵抗了，已經完全自基輔加切爾尼科夫撤退，正立邊愛白俄羅斯加俄國。不過美國總統拜登講，俄烏戰爭要結束也夠真久。北約也警告講，普廷也未放棄控制規烏克蘭嘅目標。這場戰爭可能也會拍幾多個月，甚至是幾多年。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戰爭造成真濟死傷哦。烏克蘭利用 AI 人面辨識系統來辨認不幸死在戰爭中的阿兵哥，佮透過網絡來通知家屬。另外，喺世界各地烏克蘭的人哦嘛真團結，有人是主動將相關的新聞翻譯傳到世界各國，來表達烏克蘭的訴求，望講會當得到愈濟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造成真濟人死亡。在這麼科技愈來愈進步 ，AI 人面辨識技術，這麼就摕來辨識死亡者。烏克蘭副總統講，發生戰爭了，美國嘅 Clearview AI 科技公司就主動講願意提供協助，雙方就開始合作。Вона розповсюджується в соціальних мережах, але ми через фото знаходимо родичів, знаходимо акаунти людей, які загибли. І через ці акаунти знаходимо родичів і розповідаємо про те, що вони їх, скажімо, солдати тут загибли,
близькі, щоб вони забрали тіла. Clearview AI 公司對俄羅斯使用率相關嘅社群網站，摕到超過21張嘅相片，建立一套數據庫。數據甲戰爭死亡嘅俄羅斯嘅士兵，甲數據庫嘅資料比對，確認身份了，自社群媒體去通知伊嘅親戚朋友。另外，這項技術亦當用來辨識俄羅斯嘅情報人員。有一陣佇海外烏克蘭人無法度回鄉提武器對抗俄軍，就佇網絡頂鬥相共拍自信戰。We're fighting for truth, because this is what is important. We want that people of Ukraine to be here. 伫咧北京嘅一間咖啡廳，有一陣伫咧中國做科技業嘅烏克蘭人，因正伫咧討論安怎甲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嘅報道翻譯成做中文。The majority of people still support Russia, but I also believe that the majority of people do not have proper access to objective information. 這陣網絡嘅翻譯志工，伫微信甲其他社群平台上傳有中文字幕嘅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嘅影片，雖然喺中國嚴格言論審查下，內容一直被封鎖，不過因講因未停落來，會靠着因家己嘅力量，繼續為真相甲故鄉盡一份心力。公司新聞王必文報道。香港嘅第5波疫情已經造成超過8000個人死亡，火葬場是24點鐘嘅燒哦。到殯葬業者是講哦，香港從來唔捌這麼慘過。伫咧棺材內面出紙錢、封棺、代替家屬送親人最後一程。伫香港做殯葬業嘅陳繼元講，雖然是逐工攏做，不過心情也是放袂開。都會覺得係喺而家呢個階段咧，其實係好心酸，因為點解咧？好多孝子賢孫，佢哋唔係冇心去送個先人最後一程。家屬無來唔是壞，是無法度，因為防疫或者是家己本身也確診，只好請殯葬業鬥3工。香港第5波疫情發生了，一個月死亡人數就超過8000，屍體最佳太平間攏放袂落，有一寡病也閣把屍體放佇咧急診室。全香港6個火葬場差不多規工攏佇咧燒，一工就要處理300場火葬，是普通時嘅2倍。That's probably the worst situation that I've ever seen in my professional career, and I've never seen so many bodies that they have been piled up together. I've never seen the family members being so upset, so disappointed. 死亡人數增加，香港嘅棺材加殯葬用品也無夠。香港嘅棺材大部分攏是來自中國，不過中國這麼疫情也嚴重，送貨延誤。一間環保棺材製造商加非政府組織合作，捐300個環保棺材加1000箱防腐劑，給6間公立醫院。我哋喺呢個暴風眼中心裏面咧，我哋可以咧為呢個風暴帶嚟咧一刻嘅寧靜。業者希望盡一份心力，讓家屬唔免佇咧失去親人嘅時陣，亦閣會操煩無棺材。港府是趕緊甲中國協調，3月中會了3500個棺材。公立太平間遺體容納量也自1350具增加到4600具。公司新聞徐婉玲編譯。來看美國紐約街頭有一個街友搭布棚佔地，嘛互環境變甲真垃圾哦。閣有少數嘅街友有嘅食毒，嘛捌發生街友拍人。紐約市長亞當斯昨展開清場嘅行動，甲幾百座布棚拆掉，有一寡無願意配合嘅街友哦，嘛互警方抓起來。初日下晡，紐約市這條街啊，聚集真濟警察，咧做撤離街友嘅任務。街友是拒絕離開，嘛要互警方將因的布棚拆掉。落尾手這布棚全部由警方強制拆除，因的毯啊甲相關的用品嘛攏悄悄互清掉。Well, it means that I'm in this. 過程當中有少數的街友，也有因的支持者去互警察掠去。迄天警方甲超過250個這款規區的布棚拆掉，其中有一半以上攏佇咧曼哈頓。頂個月底，紐約市長亞當斯有成預告講，要甲紐約市5個行政區100外個街友的布棚攏總拆掉，嘛強調講會甲因安置佇收容所，不過街友是無願意配合。The only reason he came in office because he promised he cleaned the subways out and
keep the homeless off the street. We need apartments. We don't need temporary housing. 亚当斯强调讲，收容所才是家友上界安全的所在。最近发生家友被抢劫的案件，袂当搁再发生。进前伊有参观布朗克斯的收容设施，有500顶床，而且由照顾家友的组织来营运，嘛有甲病院合作。500 hypodermic needles. I'm supposed to allow this to stay? I'm not believing that dignity is living in a cardboard, without a shower, without a toilet, living in terrible living conditions. We want to show them what it looks like to have wraparound services, for someone to be there on the scene, giving you health care, mental health assistance, a clean bathroom, giving them a place where they can have dignity, not living in their own ways. 有人质疑亚当斯安置家友的政策是为着挽回牵线离开这个城市的纽约人。亚当斯并不认同，伊表示伊是要让家友的身心拢得到安顿。在宣导的过程当中，嘛会分手册，而且做说明。假做一个市长，伊要让家友困伫咧抓帮的。公司新闻吴玲编译。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国宝级的歌星文夏昨暗因为气管衰竭，伫咧困的时阵过身，享受94岁。伫台南出世的文夏，本名叫做王瑞和，伊唱过《黄昏的故乡》、《妈妈，请你嘛保重》，才正出名的台语老歌，甚至有翕过《再见台北》等几10出的台语电影哦，是台语界真重要的歌星，伊的过身，互大家真无感。再来看有真侪科学家伫研究讲是要安怎活了愈老，嘛当活了真健康哦。最近中基大学有一个研究成果，发现讲有一款中药补骨质，内底有一种成分叫补骨质宁，鸟鼠啊食了会当延长3成的岁数哦。以咱人来讲是会当加活要20天哦。也毋过目前是只有动物的实验，这个成果嘛刊伫国际的期刊，咱做伙来了解。盘内底乌乌一粒啊一粒，看起来无啥显目的中药补骨脂，内底有一种成分补骨脂宁，由中基大学中医系天然药物所副教授所领导的团队实验证实，会当延长寿命。研究成果毋但得到国际期刊肯定，提升中医药能见度，也已经申请专利。因为补骨脂里面的成分非常的多，我们也去鉴定了22种的那个纯化物的成分。最终发现里面有一个成分叫做补骨脂宁，可以有效的延长寿命。研究团队发现，中药成分补骨脂宁会当互高脂饮食的鸟鼠仔增加20至30%的寿命。若讲以人类平均寿命75岁来推算，相当延长到90至97岁半。补骨脂宁呢，它不只是延长寿命，而且它是健康的延长寿命，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发现，然后也被受到国际的一些肯定。团队表示，食补骨脂宁的鸟鼠仔，除了延长寿命之外，也有效降低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血糖，甲提升运动能力甲肌力，帮助健康老化。长期目标是希望研发出治疗老人相关疾病药物，也毋过也提出研究，还未进行临床的时阵，请民众毋通家己买来食。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婚姻的蒜头的大出咯，因为前几天落雨，要赶紧要收，也毋过煞真欠工。关政府是协调婚姻的第2家月，头一批先派出11个受训人来斗3工。关政府表示讲有需要的农民会当来向农会登记。当后险要哪加蒜头，这11名受训人就马上上工来采收蒜头，要来弥补农业欠工的能力。日前因为连续落雨，拄碰上5年蒜头的采收期。但真侪产地因为欠工采收，烂咧产地造成袂少损失。有5年的蒜头就表示，若要排工人采收，至少要提早1个月来约，啊无根本找袂到工人。因为大概蒜头现在都已经成熟了啦，所以我们缺工嘛，目前就刚好而且帮忙一下，可让我们快速采收起来。能够让他们有提早进入社会，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哈。那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的媒合大概有11位哈，来进行我们协助蒜农哈尽速来采收蒜头了。为了要疏解农业欠工问题，政府透过关农会洽商5年第2工约，调度受训人来协助。前2年嘛要调度40名受训人协助7乡镇的农会，虽然后续因为疫情暂停调度，但今年再度恢复，嘛是头一届帮助蒜农来采收蒜头。那后续我们还会再继续审核哈，有很多同学都有报名哈，我们会进去审核他们的资格，如果符合，我们都会加速哈来派工。文管表示，如果有需求的农民，会
会当向所在地农会来登记，搁向县农会申请需求的能力。县农会统一来调派，协助农民赶紧来采收蒜头，希望会当解决年报季节性的欠干问题。记者为您报道。来看屏东县的嘉东农会经营一个绿色照顾站嘛捌互农委会选做10大绿色照顾优良的模范。农会最近把这个照顾站翻新升级哦，望讲社区的时代来遮上课食饭会当愈舒适。全新的厨房内底，坐志工无用咧煮好食的饭菜，要款互隔壁咧上课的长辈食。这是屏东嘉东农会照顾站。农会将空间大整修，打造新的教室甲厨房，要互社区的长辈来遮上课食饭愈方便。煮好了还要送下去，还要再送上去，这样就比较麻烦。现在在这里的话它都得弄出来就可以了。不必那么麻烦了。厨艺教室我们有比较现代化的一个厨艺教室，它有5组的一个设备哦，那也可以去做供餐的一个场域，也可以去做教学的一个场域。宽快多功能厨房，唔但会当互长辈来遮上料理课，也会当同齐伫遮用餐。另外一边，同款装潢甲真温暖的教室，有投影、音响等等的视听设备，互长辈来遮做手工艺，有更较好的教学资源甲环境。服务我们乡亲的一个诊所哈，那设备上都也比较老旧。那我们今年会把它分为，就是一个是一个休息区哦，那一区是就是我们的一个看诊区这样子把1楼的一个诊所这样子的一个场域做改善。目前照顾站的厨房甲教室拢已经整修好势。农会也要搁改善1楼诊所的环境，希望将这个多功能的照顾站打造甲愈水愈舒适。记者综合报道。经济部伫嘉义成立一个健康促进的部门，要来协助监测时代的健康，嘛要利用运动器材甲游戏结合，哪运动哪福建哪佚佗，咱做伙来看卖。不要撞到树丛哦，所以身体要后面一点点。透过游戏练习掌控身体重心位置。我们叫它逆流而上，主要是认知跟心肺训练的部分。好，心肺其实就是你要踩脚踏车。那认知的部分，其实你就要去判断说，怎么样才能够闪过木头？同时用脚踏甲用手操作，游戏才能顺利过关。运动甲游戏的结合，无形当中也会提高老大人的运动的意愿。他就比较不会认为说，这个运动是枯燥乏味，而且是很耗费体力，觉得很疲累的一种感觉。他在玩游戏的过程，其实是增加他的乐趣。他就是可以做潜水的动作，然后去取靶。然后这个就是会根据设备位置，假设绑手就是会有做相对应的复健动作。开发当中这款计划用来训练关节柔软度甲关节手术了后复健的游戏，也可能有相当的模式。然后是确定1批连上，2批连上。对，它是最后显示最后的结果。会有谁赢谁输？对。根据玩家如何选择职业天赋技能，可以有一些。即马真济成功效果的所有游戏无同，设计互老大人运动或者是复健的游戏，除了节奏免伤过紧，元素也要尽量单纯。呈现起来要简单一点，不要太过于说很杂很乱呐，他们可能比较没办法看到那种太杂的东西这样。设计的字体要大一点。因为长辈他们比较看不到啊，可能有老花眼还是什么之类的，所以文字要大一点这样。老大人需要同心心系，柔软度、筋肉了解的体适能训练，拢有相对应的游戏。在游戏的同时，也能达到运动的目的。记者综合报道。逐当的3月份到7月份是旺来的大吹，台南的山上农会逐当拢会甲农民收旺来做旺来柑。今年头一批旺来柑最近就会上市咯。现初时又搁到旺来大出的产季，山上区的加工厂内，工作人员是无用器械，甲旺来下做一块一块，准备要摕去做旺来柑，要赶出今年头一批货。采收完当天就是直接现销进去做烘烤的动作，所以是你吃到的是完全都是来自于我们凤梨的鲜甜，它原汁原味这样。旺来柑的制作过程无加任何的糖，
为彻底一直到抗日起航，完完全全拢是往来所搭，保留伊本身的酸甜甲营养。大细地嘛袂差伤济，品质是真好。摕来送礼物也是当做是需要食，拢是袂歹的选择。我们希望说可以赶快就是协助农民来稳定这个市场的价格，然后达到产销平衡，然后在未来的量产期，我们也可以先做好一个冲刺的准备。当年农会拢会先甲农民买往来，透过加工做成往来干，帮助农民增加收入。大家拢讲天然的是上好，遮尔好食阁煞脆的往来干。要食就爱紧，卖了就爱等明年咯。记者综合报道。社会有真侪国家拢是对乌克兰甲罗西亚进口麦啊，也毋过因为战争，加上社会当地严重可汗，伫社会的国家有几千万人无物件通食。国际红十字会是指出，规个非洲恐惊有3亿4千万人当个摇肚。根据英国慈善组织乐施会甲侪国家机构采购所发布的报告指出，又面临区域内极端伊斯兰组织的冲突，加上极端气候是愈来愈严重爆发，可汗甲做大水，社会国家正面临过去10年来上界严重的粮食危机。若6日进前无得到实际援助，可能会有3800万人受影响。真侪社会国家对乌克兰甲俄国进口小麦，即阵两国爆发战争，要欠粮的情况更加恶化。6 out of the 12 countries where Oxfam operates in West Africa import their wheat from Ukraine or Russia, and because of this crisis, in Ukraine, this is no more possible. 由中西非地区严重的可汗造成粮食产量大大减少，粮食价销已经大起3成。另外，乌克兰的危机也影响到国际间对着非洲国家的补助，最近要有40亿美金，唔知变怎来补助。另外，国际红十字会采购也指出，气候冲突加上新冠疫情，已经粮食价油价大起，整个非洲大陆恐惊会有3亿4600万人食袂饱。当国际伫关心乌克兰危机的同时，也袂用来忽视非洲大陆即阵正在发生的危机。Attention on the plight of the people in Ukraine, which is of course terrible, should not prevent the world from looking at other crises, including the one t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today, the food security crisis in Africa. 另外，东非的肯亚即阵因为政府无法度来支付石油公司应该有的补贴，造成石油公司拒绝送油，造成燃料是严重欠款。加油站连续几若天，真侪车排伫等，拢是等要加油的民众。Yeah, fuel is food, fuel is everything, fuel is cool, fuel is almost running everything. 肯亚政府甲石油公司达成大约1亿1300万美金的补助协议，尽管肯亚政府测试强调会增加预算来进行补贴，来互燃料稳定供应。不过到初5依然是无实际动作，也批评石油公司调降伫囤油品，更加强调肯亚的汽油、柴油度量拢真有够，呼吁民众唔免伤过惊吓。公视新闻郑婉琴编译。下晡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3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5度；外岛地区上低16度，上悬24度。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